我相信一家世間社會裡黑道呢，日天思想一家暗道煩惱，暗道思想一家會解決嘅，上下一家知道上到煩惱高土冇路出。要嘅經節出嚟嘅詩篇94、19節，咁樣講釋家啲，係講我嘅思想增加多，在我嘅心中裡啲上帝嘅安慰。舒服我嘅生命即係樣一個多思想多煩惱，一個來到上帝嘅面前，求嘅恩典，叫嘅恩典安慰自家嘅生命中得到舒服，生命中得到安全。即係樣一個要謙卑嘅心嚟相信佢，嚟求佢，因為到呢一個耶利米33:3節咁樣講自家啲上帝嘅話講。我被答應你，我被講呢啲太太嘅事，你唔分明，你唔識啲嘅事，佢講呢啲。真有人係講自己要求上帝，要相信上帝，自己禱告㗎，佢嚟講，上帝被講自己啲，透過聖靈在心中度呢啲，佢被開路本自己，佢被提醒自己，呢一個事我又乜行，呢一個問題又乜解決，呢一個路我又乜行。佢被講釋家啲，所以時間冇乜代佢講釋家啲，因為有信念在心中度，佢被提醒釋家，撒釋家要信心相信佢，然後自己係寫佢，係求佢，係禱告佢，熱天一個聰明智慧降下佢嘅心中，就聰明智慧降下佢嘅心中嚟講，釋家熱天要滿露出，熱天要心裏露出，心中你多煩惱，熱天你半夜心裏平靜，半夜心中你得到平安，得到喜樂。所以樣人自家去寫上帝，去相信佢，係多煩惱、多痛苦之事，主祝福大家，阿們。